各位評委大家好，我係 DefinePool 嘅負責人 Derek。我哋今次參加 Open Data Hackathon 嘅項目係全港首個整合3個公開數據，包括香港嘅 data.gov.hk、CSDI 同埋歐洲嘅 data.europa.eu，名為 DefinePool DPP 解決方案，幫助大灣區服裝企業應對2026年歐盟強制嘅要求，數位產品護照 DPP 解決方案。我哋將合規負擔轉化為歐洲市場嘅增長機遇，完全符合智慧經濟嘅比賽主題。歐盟 DPP 唔單止係新法規，更加係轉型嘅機會。2026年起，所有出口歐盟嘅紡織品都必須符合呢個要求，唔合規可能會導致貨物被扣，損失非常之重大。好多品牌覺得係個負擔，但我哋認為呢個係個建立消費者信任、優化業務嘅黃金機會。真正嘅挑戰唔在於合規，係點樣利用啲數據幫助企業增長。DefinePool 正正係為呢個痛點而面世。主要嘅挑戰嚟自於數據整合。現時中小企面對數據不全、來源數據分散。歐洲數據缺乏本地視覺，香港嘅數據未能與歐盟對接，CSDI 嘅空間數據亦未經政策驗證，呢啲脫節嘅情況會導致出口成本增加20至30%，審計失敗率高達40%。要符合歐盟強制要求，必須要有一個統一三方開放數據嘅解決方案。DefinePool 係首個亦係唯一暫時一個能解決呢個問題嘅平台。我哋透過整合三方開放數據，提供全面嘅數據整合，加上雙重認證、實時法規同步同埋靈活數據上傳方式，可以話我哋係歐盟 DPP 同你業務之間嘅促進者。我哋整合 CSDI 數據，解決歐盟 DPP 關鍵嘅合規要求，例如一件用 DefinePool 嘅男士 jacket 喺產品壽命完結嘅時候，消費者可以掃描 QR code。我哋平台便會利用 CSDI 即時定位最近獲歐盟認可嘅回收設施，咁唔單止可以幫助中小企避免罰款，更加可以贏得高達67% 重視環保嘅歐洲消費者嘅信任。用一件有機男士西裝為例，大家可以即時 scan 以下呢個 QR code 做一個 demo。DefinePool 從中小企收集嘅所需嘅產品數據，然後整合三方開放數據，利用 data.gov.hk 嘅本地合規基準、CSDI 嘅供應鏈空間驗證，同埋 data.europa.eu 確保符合歐盟標準，最終生成一份全面可供審核嘅數位產品護照。當 data.gov.hk 顯示歐盟對 GOTS 認證3嘅需求增長40%嘅時候，我哋利用 CSDI 喺大灣區尋找附近嘅認證工廠，將供應鏈交付時間縮短20%，直接推動銷售增長30%。呢個就係開放數據協同效應嘅真正威力。數據流程上，中小企上傳數據，我哋實時驗證，消費者掃描可以訪問多語言嘅 DPP 頁面，平台會自動同步 EU 法規嘅變化，更能提供寶貴嘅商業洞察資訊。我哋核心功能圍繞三方開放數據嘅整合，確保你嘅數據符合歐盟最新嘅要求，提高雙重認證，使用 PEF 標準追蹤碳足跡，更加會自動更新 DPP 以適應法規變化。總而言之，我哋就會令法規更加簡單、更加可靠。中小企最大痛點之一就係供應鏈嘅數據不一致，我哋嘅 AI 會透過大語言模型分析，理解唔同供應商對同一物料嘅唔同解讀，確保追溯性。佢更加會檢查禁用物質同埋統一計量單位，將數據驗證準確率由手動嘅60% 提升至95%，為中小企每星期節省超過15個小時嘅時間資源。所有呢啲功能都為中小企帶來實質嘅影響。經濟上，我哋提供供應鏈交付時間縮短20%，每星期節省超過15個小時嘅合規工作。ESG 方面，平台幫助減少25%碳排放，並且提升35%獲取歐盟綠色資助資格。更加重要嘅係95%歐盟審核通過率，將合規嘅成本轉化為增長嘅引擎。市場機遇方面非常之龐大，香港同大灣區超過15000間服裝中小企出口歐盟，當中90%無法處理 DPP 合規所需嘅三方數據整合，呢個就係我哋嘅競爭優勢。DefinePool 係首個亦係暫時唯一一個可以統一所有三方數據嘅解決方案。我哋有清晰嘅成功路線圖，目標喺2026年3月推出測試版。DefinePool 嘅團隊喺 RFID、物聯網、供應鏈技術同埋歐盟合規方面都有擁有20年嘅經驗。最後，懇請各位評判見證由 DefinePool 帶嚟香港智慧經濟嘅機遇。我哋整合三重開放數據，幫助企業解決合規痛點，培育數字生態，吸引數字人才，完全吻合比賽嘅創新、人才、經濟增長3大目標。期待今次能贏得今次嘅比賽。多謝各位。